大家好，非常收看今日福气类呢个节目。今日大家咧讲嘛，来讲环保。大家有知道冇？你到台湾两只地方，大家知道哦，你个自然个环境非常好，东多个自然哦，你因为是融啊，冇结果慢慢就发现，有人呢按样个自然会帮你融脱，更用个实咧。所以今日好好啦，大家咧分享按样个知识咯。不过咧，绕墙内边名之前先来看下短片。东海岸界山东当，本应靠到平平，变成风无奈，跳到西海岸界沙巴，变做石种，西浦界山日出一只太闊，變成沙石，鋪咗往切高叉界快速透露，石湖本按家界車站時，強調貴清到上岸界路。這就唔是對開國台灣和合界拍合主，啲 NDD 嘅嘅兩界世界，長春到70隻天天。前兩年台階下，還看得到嘅台灣潤寶，2014年是判定啲台灣已經撤退咧。你冇辦法啲，做每一隻潤寶，是到哪位，哪用時啲開解。冇睇啲都同福韓國山啦，你哋到乜解？空空物質素嘅天我大着立不麼？消失六度嘅東西入頭麼？入到人。可能你咪係想去家做掉事情，可能係買幾大片山啊，也係土地，唔會認為人嘅糊塗老貪心，害人多嘅動物，啲咧都上切體。入埋嘅方法，做得將所有人嘅力量嘅合作下那大嘅力量咯。環境信託係一個方法。係找到底保存你保護土地生態嘅心意同夢想，做得永久下去，唔會認為你老組織嘅改善上冇睇。喺台灣已經入嚟第一隻，唔過咧下面係唯一一隻嘅環境信託地哦，係啲新竹公園錄了涵蓋自然局，咧為是容易我來開發。如了解好自然，成為保護山那嘅朋友強心合擔，買嚟啲地土地永久保護呢片大海拍嘅山那，未定2022年決定愛落呢土地交付信託，希望啲呢片土地上界連理山主用兒食掉逐界兒，風跳蒼岸，做得永久安心啲呢位。體育鋪、體育渣，我下拿到幾次，強硬強下星球，永久保護土地生態呢張願望。假使講你想我了解下拿到，強上面起簽，自然局環境信託。今日分享呢，今日裏邊吼，其實係自然局界馬莎的茶白風分享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茶白風。分享吼，茶白風博紅係主動人，係我係主動人。基本來上節目嘅時節，佢有些些緊張，因為佢講佢讀主動大，佢談到當到客家話咁講嘅時節，有一種說不出口的感覺，係嗎？是，對，其實很少講客家話。不要緊張，不過談的是從麼？係啊，讀主動談，而且因為你下當到嘅客家種啊，會講海流，會講自然，所以對你來講，兩個都聽得到，兩種都談得些。而且我爸爸之前係帶南種，所以就得講吸煙，吸煙。可是現在我們住在那個海陸的村子裡面，主動，所以要講海流。其實爸爸係冇問題啦，不過對北方來講就會覺得，講嘅是一種很特殊的很特殊的腔調，對不對？對。你要試驗一下嘛，你要練習一下，沒關係，我們要講什麼？我們很歡迎你。好，那好莫考試考試，因為講出來也是件，其實會知道講，我愛唔定愛係自然 Q 來回流 Q，我們講簡單來講，基本走在繞牆到北方那種節目地圖，我們已經很開心了。對呀，我覺得桑溪客家田時嘅節目有一個很有趣的功能是什麼？就是我們可以到東豆你本來認識也好，不認識也好，東豆改客家人，我們可以聚在一起，對，然後慢慢找到一個認同。好，我們今天來講環保，怎麼環保？環
环保意识，要强调环保观念，所以我们要在这边传递这样的讯息。但是对客家人来讲，客家人的一个文化学习认同也是慢慢的聚集，对，是吗？好，接下来讲给你个主题哈，刚才看到的短片，我们台尬是被起头讲，是一个好像很熟悉又很抽象的概念，你还提一点，听一点，你有当时看到讲，里面好像讲了很多台湾很有趣的、很珍贵的，你讲资源，可是好像又快要消失，快要没有了，所以不可以请博宏简单让你讲一下？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环境信托，那这个东西其实对一般民众来说是非常抽象的东西，听不懂。对，那我就稍微介绍一下。那所谓的信托啊，它其实很简单的讲，就是财产托付的行为，将我们的资金、将我们的财产托付给我们信任的人做经营管理。所以我把我的财产托付给你，是这样吗？感觉上听起来是这样。对。那托付的过程中，我们会签订一个契约。对，然后我拿到你的财产之后，我就必须依照契约去行使。因为你拿了我的钱，对，所以你要依照契约行使我的期望。对，你的期望的钱，然后我也不能说拿到你的钱之后，然后我就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，这是不行的。对，然后我们将这样的事情呢，把它就是运用在我们的环境上面，这就是所谓的环境信托。对，譬如呢？譬如说就是。像自然股来说，就是我们的委托人将他的地信托给我们。对，这时候地给我们之后呢，可是同时他跟我们签订的就是一个环境信托的契约。然后有3大的执行方向。然后我们拿到这块地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必须依照这3大的执行方向去做经营管理。然后同时可以达到比较永续的发展，主要是因为就是。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办法进行变卖，我不能说我拿到你地之后，房地涨了，然后我就拿去盖房子，拿去卖掉，不行。所以今天讲到两篇，大家是安永讲，为什么会有安永改起心动念，会有这样的想法？我们先从环保来谈好了。大家有启动吗？推翻两几年，其实环保意识是一直我们很努力要做的。为什么？我们发现什么事情？千亿长的新闻很麻烦，一个海龟打开，里面有18个塑胶袋。你其实觉得很悲伤。对，其实我们看到相关新闻蛮难过，太多了，太多，甚至从海龟鼻子里面拉出吸管，然后看它脸部挣扎的样子，就觉得很揪心，很揪心。因为这是谁造成的？其实也就是我们人类改生法改便利所造成的结果嘛，因为我们觉得要便利嘛。好，我们现在说生活里面，如果生活里面要环保，其实是相对的会比较不便利，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，比如你卖东西不能用塑胶袋，你不能用塑胶袋，你要自己带一个口哥，这个袋呢很不方便不方便。可是怎么办？可是因为你安永改豪门奉品，可以换来更多我们资源的永续发展。走这样讲哈，所以哇，今天好像很严肃哈，没有那么严肃。我们到让大家的人士在提供哈，都向亲朋友可能地图庆祝用力在提供，在提供很多自然股。它是一个好漂亮的地方，是，它是一个漂亮的。这个地方现在就是信托给你们，对，要不要分享一下？好，那自然谷呢，它其实具有重大的意义，是它同时是台湾第一个环境信托的土地，然后也是一个台湾第一个就是实务性经营的那个这公益信托案。是，对，它的故事是这样子，就是在2007年，然后有6个就是喜欢大自然的朋友，然后他们就是想说，他们要买一块土地下来做环境保护，然后住在里面。对，然后他们在那时候就是透过村长的引荐之下，找到了就自然谷南河山下这一块土地，然后当时就是地主要卖，然后有养羊的，然后有盖灵骨塔的这些业者进去竞标。对，那时候出价最高的是盖灵骨塔的，所以。他们如果没有买到这块地的话，然后这可能就是我们去看的话，就已经是一根灵骨塔这样。是，对。那可是因为他们买到这块地之后呢，然后他们就开始在那边逐梦。所以灵骨塔的没有竞标成功。对，因为就是大家在那边就是斡旋，然后就是最后有一群6个很爱大自然的人，让该那个地方给买起来了。对，对。不过就是所有事情都有一个 but。是，就好景不长，是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，就台湾遇到了就是很严重的金融海啸，对，很多科技新贵啊，他们都在放无薪假，那
那里面也有一些科技人士，然后他们就想说，他们要留一点钱在身上，所以他们就抽资了，然后从6个人变成3个人，是，就剩下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委托人，就是吴杰峰、吴宇乔和刘秀美小姐。是，对。那这3个人呢，就是他们好不容易增资，然后去撑下这一个梦想。可是他们就觉得，其实世事无常，一个变化就会让他们的梦想就是可能就是破灭，或者是化为乌有。而且你拥有了这个地方，你有家提供的事情，你要怎么样去发展它，让更多人可以一起来共享，对不对？你的能力可能也有限，总是需要有专业经营人来经营，是这种感觉，对不对？很用感高，对，所以他们就是在找说有什么更永续的方式，可以让大众参与，然后可以让就是这个东西可以他们保护的土地可以永续下去。后来找到了就是环境信托这个概念，对，然后就将环境信托一开始在2011年就是信托给荒野保护协会，然后后来在经过3年的试验之后，在2014年，然后改信托给我们台湾环境资讯协会。是，所以你们这样子整个安豆年哈了，其实自然谷变得更丰富了，可以这么说吗？可以这么说，可以这么说，对，原本的森林，现在的森林长相可能更不一样了。对，你想看，你想看该得提黑工，一定因为大概印度皮肉，没有人去照顾它，它有可能会受到破坏，什么？不过如果有人去保护它，然后提供一个环保的概念，那个森林只会变得更好。所以你们有一个原则，就是维护低海拔森林。对，是嘛？对不对？维护营造低海拔森林。维护营造低海拔森林就是这样的意思。所以这也是其中一个。另外一个就是你们有很多的保育类动物在里面。对，我们有很多保育类动物。那像是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为了更了解这块土地，然后我们有请专业的生态调查团队进驻，然后帮我们做调查。是。然后我们就发现里面有非常珍贵的东西，像是林雕，就是台湾一级保育类的动物，是，然后还有穿山甲，然后夏天的时候会有8色鸟会来我们这边筑巢，是，然后冬天会有像台北树啊等等，然后还有其他的像山羌啊、山猪啊，我们这边都有发现的记录。所以大家有发现冇，就是对基督来讲，你在团队基督会做的事情系，基督请到专业嘅人士伊行业都该第5度做生态嘅调查，生态嘅调查过后，你是会对改变很好都该了解，你是就得好好的保护基，当然对安样嘅狗场地图，然后发现到很多我们原本可能知道、可能无地的珍贵的资源哈，所以你对你自己来说也是收获很大。对，我在待到自然谷现在到现在将近3年的时间，其实我在学习到非常多东西，是跟自然学习，是老子太自然的好心哈。所以其实还有动改地心，然后自信，然后内容，然后让所有嘅乡亲们来分享哈。所以请你来乡亲们先聊下，你马上你等下再来讲哦。欢迎走在绕墙岛类似主动改恰北风来到节目第一读到大家的分享哈。我们上一段节目双团节目让大家的分享当到一个环境信托的概念，对哈，所以我们用了一个例子，就可以自然谷了在提供，因为环境信托说其他的整个生态是永续的，对不对哈？那我们今天当然要告诉大家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环境是大家的，不是你来破坏，然后我来整理哦，你丢垃圾我来捡。不是这样的概念哦。不过，讲到其他改地系之前，先让大家的分享哦，这是你带来的相片哦，对对，为什么你要带这一张？这张对你来说有不同的意义吗？这一张是台北树蛙，是，然后那时候它是自然谷，就是非常多，就是冬天的时候鸣叫非常明亮的一个蛙种哦，对，它同时也是台湾的3级保育类动物，是，对，那。我分享一个小故事，就是我们有一次在进我们办公室的时候，就发现我2楼的厕所里面有很大声的台北树蛙的声音，是，然后我就很兴奋啊，就放下背包就赶快进去找，然后找半天就发现，完全找不到青蛙，就是青蛙不知道在哪里。然后后来仔细一听，发现青蛙是从下面的排水管的排水口传上来，这也太可怕了！你都有一些等音感，是不是？对。那其实后来就印证到，就说，其实青蛙它
他们很厉害，他们会利用就是地形优势哦，因为他们要靠叫声找女朋友哦，然后他就利用地形优势做放大的扩音器。原来是这样，本来想过，哎呦，肚偏熟，青豆安勇改树啊，有什么特别的？原来是这样，所以其实台家有讨论吗？你们听博宏那样讲哈，台家有反映吗？其实你们办公室的所有人其实是直接的、间接的认识很多昆虫、动物的知识，对不对？对，哦。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在我们所谓的里山环境，那里山就是说接近人类聚落的山林地带，我们就在这边生活，所以我们对非常幸福。我们常常就是工作累了，就听到外面有大官叫的这种叫声，然后我就会跑出去看。你好厉害哦！对，你刚刚是认真的吗？你真的是还有什么叫声是你会的？像是黄嘴角鸮。这2声，还有等一下，给公从来没地，你知道吗？我还真的不知道是不是对的。不过对，应该就是，好有趣哦。对，还有什么山羌吗？还是山羌的叫声就比较难学，因为它的叫声有点嘶吼。它叫声有听过？我有听过，因为在我们自然谷，在有一次黄昏的时候，就发现山头传来山羌的叫声。因为山羌的叫声其实它非常像狗，所以它又叫吠鹿。哦，对，它是台湾一个最小型的鹿科动物，也是演化上面比较原始的鹿科动物。所以其实大家有发现吗？唐吉安讲，我们看我们台湾里有好多按用禁鬼改字年，可是我们如果说真的，你不管它，它有可能还是会消灭。我的意思，所以我们其实是要维护它。比如说，这是他们的野生动物的环境，你就要有一个让他们有那样生存的环境。要不是像刚才看到短片，我们有很多的动物其实是一直在灭绝，以后就再也看不到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你们不但很安用改一家组织，你们是不是也有推出很多的活动？比如说生态导览活动，你就可以啊，对不对？是。所以你有做生态导览活动？我们自然谷啊，因为就是要让大家更接近我们的自然，所以我们在每个月的第3个礼拜6，然后我们就会办一个生态导览，免费的生态导览活动。不用钱的。对，不用钱。如果蛮热门，就是在前1个月的20号开始报名，几天内可能就会报名了。所以他的意思是黑工，你所谓也是要给他报名，每一次都会额满这样。对，每一次都会额满。你们一次去多少人？我们大概一次限额是30人，因为要顾及到环境的一些就是最高的承载量。是，所以会有志工导览。对，是由我本人是不是？哇，乡亲朋友会讲，你对他提供个生态动物行情，迄度该什么有北方庆时推亮一影息，真的很棒哎。所以你们去报名应该是老少咸宜，太谁都有。对，通常就是妈妈爸爸带着小朋友一起来，然后我们会利用五感，像是摸叶子、闻叶子的味道，然后观察叶子里面的油滴，或是抓就是抓昆虫啊，然后去感受它。不过就是这些东西就是捕捉啊，这些动作是教育需要由我来这样子。是，对，就是让大家你会让小朋友误会，以为我们读 C 那地读昆虫就抓起来总得，总得，好，所以其实那是一整天的活动吗？对，它是半天的活动，我们先是1个小时的那个户外导览之后呢，然后我们进到室内，然后看一些影片，然后了解什么是环境信托，了解我们的协会，还有如何在生活上面做一些友善环境的那个行为。对，然后我们再出来，是，对，再做一段，是太棒了。而且带起来安用音其实除了独有安用改生态改投篮之外，还有从来你们好像人家去当一日农夫，系吗？挑白感音，你讲客家音挑白降天。降劳动辛苦有冇？最期待的就是有冇农忙之后昂不来有冇？哇，谁信叫做在歇困？如果度时你连他赌多电斗，完全没有办法接触自然跟农地，所以别人可以去保苗走进一改降田音。对，说是耕田其实是不一样，我们是果园。那因为我们自然谷的3大目标，像刚才说的保护低海拔森林，其实我们第2个是扩大保护面积，还有第3个是环境教育。像我们刚才的免费导览就是环境教育的部分。那扩大保护面积，其实我们也不是说，大家就讲你的地，你信托给我们，对。那我们是希望大家可以以友善环境的方式去在这边耕作啊，在这边生活，然后让这些野生动物可以无忧无虑的在这些土地里面生存这样子。那我们在社区的部分，我们就会跟社区的一些
社区发展协会，然后就是一起做一个土质改良的工作。那土质改良呢，它就是我们就利用一些稻壳啊，然后木粉、木屑，或是一些就是我们的厨余等等，然后去让它发酵变成我们的有机的改良土，然后再将这些东西去取代我们的化学肥料，然后用在我们的果树上面，然后这样子呢就可以避免土壤酸化，然后还有避免就是一些土壤团粒化的状况。所以做这些事情的人就是你刚说这么多，我们跟社区发展协会结合，但是也是让很多的志工或者是很愿意去做这些事情的人，大家一起来努力。对，是不是？我记得好像有一个育感英，他就觉得说，好像他也去报名你们的，我不确定是不是一日农夫还是什么的，他就觉得说，反正大家度时地读送办啊，易辛苦，想说，不用聊，你也是一起体验一下，就发现好像跟他想的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对，那是在我们的工作假期部分，因为我们除了一日农夫之外，我还有做环境维护。然后那时候我记得那一次的工作假期活动呢就是竹林书法。大家听一下。工作假期走谁假期，感觉就是你挑钱走谁可以忽略，假期就放大了，所以感觉像是假期，对不对？他们就那个志工就认为，假期才是真的，工作是个幌子，所以他就来报名了。然后他那时候我记得他手上有很漂亮的指甲彩绘，对，然后一来到这边，发现我们开始在发手套，然后发镰刀，然后发锯子的时候，他就说。吓傻了，说怎么会真的要做事？然后而且我们要进入到很陡的竹林里面，然后就是让攀竹子进去，然后开始做竹林书法，清理竹林的一个环境。对。可是他就也是很认真的去做这件事情，然后做完之后发现，原来我可以为环境做那么多，然后原来这件事情不是我办不到的，这件事情我可以办到，而且。我还有能力去做这些事情。大家会祈祷讲环保改事情好像不是我的事，可是大家会发现讲你的一点点的谁改力量，这就是团结力量大嘛。每个人都一点点小小力量，每个人都做的时候，大家印度走改世界，给哈希来改世界，它的力量就超出你的想象，对不对？它不是1+1=2，它是大于2的那样的感觉。所以对一个来讲，上爱堂的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，因为永英讲书林。对不对？书法安永改退路对来来讲，那就是专业人士在做的。可是事实上，你如果进去，你还是可以真的帮忙做一些简单的书法的动作的工作，你其实可以带来很大的能量。所以那一天的那个工作假期，他应该体验很深。对，他以后还有再来吗？他后来还有就是后来还有参加其他地方的一些志工行动，然后这边其实他们就结合，就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，然后之后他们可能相约出去做其他的志工活动啊，像是净滩或是去哪里一起去大自然里面玩这样。所以还有什么路寮跟小记者安要敢发通黑毛？哇！真的很像夏令营嘞哈，很多活动。对，这是我们为当地的国小就是办的一个就是认识乡土环境的活动。是，因为其实鹿寮坑这个地方，它也是面临到台湾农村常常面临的问题，就是人口老化和人口外移。对，那当地的学子们对自己的家乡环境越来越不是这么熟，所以等于是讲，是像你讲的人口老化外流，你是讲安永改发同所以不应走点慢慢再回来，你是几盖土地，还有嘛盖的聊下，常常在讲。今天大家都讲环保哈，希望环保是大家一起做，对不对？不是你跟我在这边讲，还有爱对共同还没有走的，黑猫是嘴讲，黑猫走，对不对？然后收台节目有共同小记者嘛，对不对？也是因为你说人口外流很严重，对，然后希望让小朋友重新认识。对，我们就带小朋友就是认识家乡生态，像拔贡文化，然后还有就是自然生态，然后还有跟当地的老人聊聊天，知道自然谷或是知道鹿寮坑这边原始的产业，像是茶产业啦，然后到现在的海灵盖产业这样子，然后让他们了解自然谷和鹿寮坑的环境。然后认识这边的时候，他们会更爱护他们自己的家乡。真的，有时候你为什么没有去爱护？因为你不懂，你不认识，你知道它的珍贵之后，你自然而然你不用教，你怎么微服低从吗？你们是不是有一个很有趣的？我觉得特别的，就是
有机换梨，是那个韧骨。对，韧骨。呵呵。对，其实我们在自然谷，因为自然谷现在是，不是自然谷，是鹿寮坑这边，其实现在是一个很重要，台湾很重要的是海梨柑的产地。然后海梨呀，冻好些。对，没错。那像我们就是会希望说，大家以有机的就是友善环境的方式去耕种，然后我们在那边认养了一片海梨柑的那个果园，然后我们在每周3、每周5，然后会就是找志工来，就是帮我们修枝，或者是帮我们翻，就是刚才土质改良场的翻堆肥，然后就是这样子做友善环境，然后也希望大家就是支持我们，所以我们就推动海梨柑认股。所以这个认股活动是这样子，就是说就是每一股3000块的方式，就是你是支持我们就是为动物安心成家的一个理念，然后用这资金给我们，然后做一些环境的维护，还有就是海梨柑的种植等等。然后在年末海梨柑收成的时候，然后我们会回馈您20斤的那个海梨柑。所以认股1股3000，对，然后回馈20斤的海梨柑。然后这个认股是一年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就是3000块，对，1股1年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同时我们会邀请你来，就是认识我们这边的生态环境，带你做生态导览，然后带你采果。哈哈，而且你可能会图你做生态的导览，很好从哪，你有可能会向你做谁哦，是不是？没错。向你做谁？你看，因为该狗产是友善，你改环境的一个过程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很有趣。不过大家有起到给唐基讲来讲去，把风讲，哎呀，志工，所以其实你们的志工很辛苦。哦，对，我们志工的种类和这工作的内容非常多，任务很多，对不对？而且志工也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去当志工啊。其实我们现在很鼓励大家就是来接触环境，然后来当志工。所以在一开始，虽然我们的工作量很多，然后工作的内容也很杂，可是我们都会有工作人员，就是带着你慢慢的上手，像是环境导览、环境生态观察，然后翻堆肥、修枝、下肥这些农事，对，我们都会带你慢慢的做，然后你借由你做这件事的过程中呢，更了解我们的生态环境，然后也学得一些技能，然后得到心灵的充实。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是，你平常去上班按摩还如果上去走安应该事情，你也是去加到台池山接触，对不对？平常都说，哎呀，我们不用了解世界，我们要去认识大自然，到台池山穷哈，去吸收分多精，动为功，可是其实你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功能了，而且你还可以回馈给大自然，因为你在协助它，系按勇敢感讲所以佢系掠到几多举讲吼。不过今晡日咧，北方呢度节目现场还有多事情让大家来分享，比如讲像掠死黑，环境电影节、野生宽屏田壤街、ราเซน，要不要介绍一下？这个也是我们这一次环境电影节的主题，然后它是我们台湾环境资讯协会主办的一个活动，是一个结合艺术和生态议题的一个跨界的领域合作。然后我们就是会办了很多，就是像是讲座、工作坊等等，就是来充实这个活动内容。然后同时最重要的是里面有一个就是比赛，就是征件比赛。那就是只要跟环境相关的一个就是作品，然后电影作品，然后你只要就是给我们做征件，然后我们评比之后，第1名甚至有10万块的奖金。好棒哦！对，好棒哈，对不对？他刚才讲哇，西班牙很棒，意思是讲其实可以鼓励你来重视理解环境，对不对？为环境发声。那这样的资讯可以从哪里取得？这个环境电影节的资讯呢，其实你只要在网络上搜寻环境电影节，然后就会搜寻得到它的相关内容。不然也可以到我们台湾环境资讯协会的官方网站，然后也可以看到相关的内容。好，所以基本上大家分享都按到，大家以为冇哩嘛，还有哦，所以了下为什么呢？流量事件本来手中的小卡哈，基本上那都俩手中小卡的时间，我有点想说，还蛮紧张的哈。它叫做台湾地球日100万绿行动，推翻改 TQ 呢，推翻 TQ 呢8万改。绿行动，就是绿色的绿哈，你还会讲呛声有嘛？绿行动意思就是跟环保有关。那当然了，乡亲朋友来第5度动都改思吼，来让大家来看时候嘞哈。其实这意思是讲，我们的环保，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可以做到。你系讲没有办法
去改变来参加自贡嘅法团，冇法度做安阳嘅事情。那你做得去做嘛？该得去研究会理嘅研究，系讲你去到会理嘅研究，俺们还忙做得到，那我们就做这一个，这个好简单，对不对？乡亲朋友是不是问说，你系乜改咧？哈，提议扎实非常嘅简单，比如讲，让食有关系，给两条是虾。其实现在我们做好多事情，我们可以自备餐具。有吗？对不对？我们先从人家最简单哈，你知道台湾真的非常厉害，台湾可以饮料王国。你知道我们那个饮料店每3步就有1步，每天一定要喝手摇杯，对不对？哈，所以其实我们要鼓励大家，其实喝手摇杯，第一个你可以准备什么？我们请柏宏讲一下。像我。你该不会说就不要喝吧？像我如果我没有带，我就不要喝。像我自己本身就会有一些就是自备一些餐具或是杯子，然后我去手摇杯的时候就直接拿给他，然后请他装。甚至我们用的吸管也是用铁吸管，我是有不锈钢吸管，所以在整个消费的过程中，我完全都没有请他拿给我任何的塑胶制品、塑胶袋。所以你有理性了，我们讲你是扎杯，也是扎吸管，你都没用到，对不对？哈，其实这是慢慢做的啦。等到你们整个办公室都这么做的时候，你没走的时候，你怎么样？好紧张哦，因为些压力，不过宽博士强下来哈，我觉得这很重要。第二就是你要动环保袋。其实你出去卖棉啊、挑白塑胶袋一扎子弄，其实塑胶袋很烫，然后又冒烟，其实恭喜才会对性体啊没空气。可是你现在就可以有带一个环保盒，对，还有那种环保袋，对，也可以装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你有要特别强调吗？这真的很多，像这一张受不了了，觉得讲太少了，是不是？像这张纸啊，是我们现在希望在台湾能就是能登录100万个，在2020年登录100万个绿行动。那我们有很多这些绿行动的活动，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做到。然后我刚才提的是吃的部分嘛，对，你觉得还有什么很重要，立即就可以做？你想提出来分享感？像是不要过度追求消费啊，然后对，然后或者是你去观察我们的食物。观察我们的行道树，或者是去听一些环境的讲座，做净滩，或者是去分享环境的议题给你的朋友们。像这些东西，现在比较有趣的是，现在我们在网络上登录我们的100万绿行动，加入我们就是收集的1元之后，除了可以将这个力量传下去之外，然后同时现在在3月31号的绿色博览会，宜兰的绿色博览会，那如果你有做这件事情，然后你可以现场购票，可以半价的方式得到门票，然后进去欣赏一些绿色的一些活动，这样。所以其实真的是结合到非松改网络很密切，好，对不对？你如果做了环保，又可以得到这个票，然后得到这个票又可以去欣赏什么？它感觉上是一连串的一个活动，对不对？哈，所以其实这里面的分享有非松改动，提到习有关又搞了比如说提到用搞也是用音搞，就参加很多环保的议题、环保讲座。那边用时尚的部分，他的意思来讲，你莫卖俺都上服。因为俩哈台高有地，你俩卖上浮动便宜，200球、300球的上浮动豆，可是台高有地哦，因为动豆跟化学原料有关，对，其实非常的不环保啊。那动豆你可能会让很多你可能都世界角落熊斗感应，他们必须要接触这样的一个化学染料，做出很廉价的衣服，然后带来很不环保的一个结果。所以上浮，你看以前对不对？有得穿就好了，你俩很有意思啊。其实大家可以穿有机棉，对不对？你看我身上这件，对，身上这样穿的 T 恤其实也很舒服，动控甜哈，这就是穿的部分。其实非常来到哦，比如讲，係講你做的腳骨都好好，已經做的夯路，已經是莫做甜腿，对不对？这也是一个我们生活地图走得到哈，节能。随手关灯也是啊，对，随手关灯也是嘛哈，和走得赏田签，对不对？更重要是节能。好，基本上非常感謝走得繞牆道北方裏度節目地圖，讓大家分享安度改環保改地區哈，你看佢講到很小面是第一，他其實做得很開心，所以是莫北邊裏度兩片，北方裏度兩片哈，希望講環保係大家嘅力量，好，是望伊，所以鄉親朋友你強下來做環保，聽下來做認同了。